李廣裕副主席。好啊，多謝主席。我有3個問題嘅，咁啊希望我平衡下呢個發展同埋呢個監管啦。咁啊2個係講關於發展嘅。咁頭先咧局長都講好好嘅，就係其實我都係好期待喺人才方面嘅一個發展。咁頭先局長講咗啦，其實唔同行業咧，佢哋都需要去用好呢個 AI。咁呢個我係好同意，因為我最近咧先至同另一個做創科嘅朋友去傾開。咁佢話佢最近咧都有個比較，佢2個唔同嘅地方嘅 office 嘅同事，佢哋應用 AI 嚇，咁佢話俾我聽喺馬拉嘅同事咧，佢哋幫每個人咧幫佢 burn 緊嘅 token 咧，係講緊一個月咧係講緊$2000。香港佢個同一個 office 都係 development office， 佢講緊嘅同事咧只係用緊佢$200美金嘅一啲嘅 token。咁其實兩邊咧，我哋見到係一個幾大嘅差異。咁所以咧頭先我見到第14段我哋提及到話優化呢個數碼支援嘅先導計劃呢一 part 咧，我都好想睇下局長咧會唔會嚟緊啦？有機會都可以喺入邊嘅撥款嗰度咧，定一個比例啊，可能係一定嘅百分比，譬如10%，咁啊將呢啲嘅資金咧都真係去令到呢啲受惠嘅中小企可以放翻喺佢員工嘅 AI 培訓嚇，定咗個咁嘅指標咧，咁中小企就會容易啲去跟嚇。咁有咗咁嘅指標嘅話，希望佢哋真係去鼓勵翻多啲人，佢真係去用翻多啲。咁第二點嘅講緊推動咧，就係話頭先陳議員都有提及嘅。咁我之前有曾經 mention 過咧，其實廣州一啲區嘅政府咧，都係真係嘗試自己去做一啲垂直嘅 AI 嘅模型嘅。咁頭先陳議員講嘅就係一個中央嘅 AI 採購平台啦。咁局長都講咗話，其實政府咧都有嚟緊呢個同樣嘅方向啦，我想了解有冇少少嘅時間表可以俾我哋聽下啫。咁第三咧就係講關於監管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 AI 嘅迭代真係好快啦。咁頭先仕雄EQ 頭先嘅議員都有提及到話，咁 AI 呢個監管咧點可以更加快地可以去跟得到啊？因為講緊話幾個月就有一個迭代啦嚇。咁我哋法規講緊係需要好多個月嘅時間，甚至係1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局方點樣先可以令到我哋嚟緊更加可以喺呢個法規層面咧，都更加加得更加快啦，唔會導致到影響我哋窒礙我哋其他嘅AI 層面嘅發展咧。唔該，主席。好，局長3方面問題。第一個問題，我謝謝李議員的問題啊，我想請周可嬌女士回答。好，多謝李議員就住嗰個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嗰個話，即係咪希望可以喺嗰個資助裏面都有一個公司人才培訓嘅一個指標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嗰個支援計劃咧，其實嗰個資助額咧都唔係太多嘅。咁但係我哋嘅目標主要就話希望都透過呢個資助咧，等啲企業咧可以比較快咁樣咧，係用一啲現成嘅一啲嘅AI 工具咁樣。咁當然啦，都會留翻俾嗰個公司去決定話會唔會需要有一啲額外嘅培訓可以俾到啲員工啦。不過我哋相信嗰啲嘅工具咧應該都比較容易啲，比較基本啲嘅。咁不過其實就住人才培訓嗰度，其實我哋譬如話我哋嗰個全民 AI 嗰個嘅培訓計劃裏面咧，我哋正正就係同我哋嘅生產力促進局都希望就有一啲比較針對性唔同行業佢哋嗰個員工在職人士嗰個嘅培訓需要。咁其實我哋嗰度都有一啲資源可以俾到，都係一啲希望免費可以俾到啲企業佢去俾佢哋嘅員工可以用到嘅。咁所以我諗都係睇翻嗰個企業本身自己嘅需要啦。不過我哋都明白就希望總之就係話佢用嘅時候要識得用嚇，亦都要用得好嚇。咁呢個都係我哋嗰個計劃嗰個設計嘅其中一個嘅目的嚟嘅。唔該，主席。好，我想問一下您第二個問題，您是說的是什麼稅制恩愛？您在第二個就係講緊一啲區政府佢哋有做一啲垂直大模型嘅。垂直啊 ，sorry， 我聽到垂直垂直啊，那個我想請張一偉政府專員啊。主席，李議員你好。其實關於垂直大模型嗰啲咧，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可能知道，即係譬如康街嗰度啦，佢都會就住一啲叫廣泛嘅一啲會議啊，或者文書啊，或者係 contract 啊嗰啲咧，佢哋都有啲相關嘅垂直大模型嘅。而我哋亦都知道有啲行業咧，其實都係好想去 develop 去發展佢哋一啲垂直大模型啦。而家我哋喺數碼港嗰個叫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咧，其實而家有3000個 petaflops 嘅算力嚇。的而且確咧，我哋可以就住業界，即係話其實某個 sector 咁，譬如醫療啊，或者譬如保險或者一啲教育嗰啲咧，如果佢哋見到係有一啲咁樣嘅垂直大模型嘅一啲訓練，或者去一啲叫做開展啊嘅時間咧，
開發啊咁樣咧，都可以運用呢個叫 AISS， 即係話嗰個人工智能嗰個subsidy scheme 啦，咁去資助。咁跟住，事實上我哋亦都喺對上嘅呢段時間啦，都資助咗超過40個項目咁樣嚇。咁我相信呢一個咁樣嘅配套咧，係有助去開發一啲垂直嘅大語言模型嘅嚇。唔該晒。係。第三個問題呢，關於一些監管的情況我想再補充說明一下AI 方面之前我說的很多了，好吧？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那麼剛才包括很多議員也關心這個人形機器人等等我們也正在密切地關注國家這方面的動向，因為要跟國家統一看齊嘛那麼今年上半年就是2個月前呢，這個工信部呢對於人形機器人與具身智能的標準體系它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標準它不僅僅是我相信任何東西都是發展與安全相統一，它不會只趨向於發展或者只去監管，並不是的。它呢對於這個標準體系做了一個基本的一個規定這是首份國家頂層的一個標準涵蓋基礎共性、類腦與智算、肢體部件、整機系統、應用場景、安全倫理6大部分。你看，從這裡面呢，相當多的是針對開發什麼樣的人形機器人，什麼樣的產品才能出街。這跟剛才我講的，在技術上實際上是第一重要的關口，要把住是相吻合的。這是我們可以參考的2個月前國家出的第一份這個相關的文件。所以我們對這個文件呢正在研究因為這個裡面，因為國家是很多企業是直接生產相關的機器人，所以相關的重要。那麼香港應該說現在我們現在還沒有自己的企業能夠生產但是呢，我們可以參照國家的標準，包括這裡面它對於安全倫理也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所以有些方面呢，我們可以直接借鑑國家的一些方針和措施。我想呢，我們這個葛明這個專員也正在領導團隊呢研究這份文件看看怎麼樣盡快的出一個類似的指引。我想這樣的話，我就回答你這個問題，也剛才很多議員關心的問題，好吧？還是這句話，我們緊密對接國家的發展，國家怎麼做，我們跟着走。